为了推广台南善化地区的牛肉，善化区农会也将要伫29号伫善化牛墟举办行销活动，同时结合善化的农特产品胡麻，共同来行销。24号举办宣传记者会，市长王美婷甲侪位的议员也拢亲自出席宣传，邀请全国的民众做伙来品尝善化地区优质的肉品。那善化的牛肉已经是远近驰名了。过去清汤牛肉面，包括清汤牛肉汤，其实都已经非常让全台湾的大大小小、老老少少都很喜欢。尤其最重要的是，这善化牛肉绝对没有含莱克多巴胺，这是完全完胜美国或是外国进口牛肉的。所以说，很希望说各位好朋友，喜欢吃牛肉的朋友，可以看到我旁边满桌的牛肉佳肴，都是适合大家来品尝的。牛肉的料理很多元，牛肉吃法也很多，从牛排西方的牛排到东方的这个中式的这个所谓的牛肉面、牛肉汤，牛柳，全身牛的很多部分、很多部位都是大家喜欢吃的。希望说大家一起来。那非常欢喜哈，阮善化农会会当来主办这种台湾牛就是推广行销活动，然后紧接着29号哈，也是在我们胡麻节的地点后面广场举办这个台湾牛，我们当天可以吃得到温体牛、清烫牛肉汤，还有牛肉羹。那50块的铜板马上换折价券，可以到外面青农消费，也可以到我们里面农会的产品都可以来购买哈。阮非常欢喜，阮顶改上星期2天的胡麻活动哈，我们行销了2天，大约卖了将近150万所以我希望我们那个29号的牛肉节也可以共创佳绩啦。会中也特别邀请善化知名的总舖师，用牛的无同部位准备10道的料理，并由着总舖师向民众介绍涮牛肉的技巧甲重点。29号东港也有相关的料理会使品尝。那这一道菜是稻草西施牛，那我们利用稻草把牛小排混起来，然后下去卤制，然后卤制完之后，我们等下会泼那个酒上去，然后点火，让它燃烧一下。最后把酱汁淋下去之后，它那个牛肉就会有焦香的味道，会更加的好吃。温体牛，因为它是现宰的，所以它吃起来会比较清甜，然后比较软嫩。那最好吃的方法就是清烫之后，大概下去1秒、2秒、3秒，然后就直接入口。那牛肉还带有粉红色，那这个时候入口是最软嫩的，那也是最甘甜的这样子。今年以着做伙来食饭为主题，结合传统的板道文化，东港也会准备限量的餐券，让消费者会使使用餐券来食牛肉以外，也会使伫现场的市集甲销售馆消费。另外，也有安排闯关游戏、甲青农市集以及厨艺小教室等精彩的活动，市民朋友嘛千万莫错过。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